迎返嚟收睇神馬十分台。今日我哋會繼續玩呢個暗房加釘筆記。我哋今次去睇黑蓋。你準備去睇黑蓋嘅群落，需要回憶一下早上主任交代嘅任務詳情嗎？今次你需要擺個黑衣，打入黑衣群落嘅內部。你需要了解呢一個群落嘅生態，盡可能多獲一啲情報嚟充實你嘅稿件。如果嘅事係隨機應變啦吓，響確保自身嘅安全情況下完成任務，加乜的？決定暗訪黑衣群落後，你就穿上主任俾你嘅衫，嚟到當地有名嘅商店街，走落去地下通道，你將空罐放喺地下，然後擺開寫有黑土文字嘅紙，紙又寫邊個冇乜所謂噶嘛？父母病重無錢醫，吓。你走過去一睇，發現一個衣着淡漠嘅女仔響度賣藝黑土。話係唔見咗個錢包，求好心人幫佢，仲寫住1蚊一首。佢為你彈唱咗一首《滾滾紅塵》。你行到去通道嘅另一個入口嘅附近，擺好紙同罐，扮出病殃殃嘅樣，垂頭喪氣咁挨咗響牆角。10幾分鐘後，幾個好細嘅細路經過你面前，比劃住一個字一個字吃力咁念完紙上嘅文字，又喺口袋度攞咗1蚊硬幣擺喺你嘅藍罐。你表面就不動聲色，內心就悲嘆住善良純潔嘅細路，點會知道呢個世界上充滿住欺騙同埋醜惡啊？人哋成日都話自己親眼睇過嘅先相信，其實親眼睇到嘅嘢都唔可以相信。事物嘅表層下面係掩蓋住無人知曉嘅真相。收到呢啲錢之後，你就將大血嘅塞入兜裏面，罐度就只係剩返啲硬幣，好讓人哋知道你一直都冇要到錢。你知唔知呢個其實係我哋香港嘅藝人嚟㗎？呢個係就係黑嘅時候，有一個面目好兇惡嘅男人行到你面前，一腳踢返你嘅錢罐。老子注意咗你半日，你他媽就響度要飯，同邊個打咗招呼啊？大哥我錯啦，兄弟啱啱嚟到唔識規矩，你老高抬貴手一下。你哋老子嘅地盤，我老子點頭就唔可以喺度做嘢。哼，跟我行。你跟喺佢後面行落去地下通道，穿過商業街，走到一座廢棄嘅樓房，你覺得有啲唔妥。你登上咗台階，行到3樓，你見到呢度有好多黑衣，或餓或躺，個個呢都好污糟糟，着到破破爛爛咁。一個黑衣對你手伸，將你身上嘅錢都放喺地下。邊度嘅人嚟咗幾多次？我去過。咩？
好，我失敗咗，我要呢個啦。等陣啦。哦，好，嚟到我哋要揀自己熟悉嘅地方。哦，我去過。佢問你嗰個地方有咩建築物，家又叫咩？問到好細，因為如實回答，我露出咗啲咩破綻。佢解除咗對你嘅戒備。要就跟大佬做嘢啦。今日係6月3號，暗課嘅第一日，你已經成功打入咗黑蓋嘅係丐幫內部。黑蓋生活3日過去啦，你基本摸出咗呢度嘅環境。你發現到黑衣嘅群落度等級係森嚴嘅，幫主嘅身份係最神秘，就好似傳說中嘅武俠高手咁，神龍見首不見尾。有啲黑蓋加入咗組織幾年都冇見過幫主，更加唔知佢住響邊。幫主嘅下面係幾位老大，負責黑衣嘅工作嘅安排同埋日常事務。響邊一條路到黑蓋，邊一條邊個監視邊個望風都係由老大教嘅。老大仲有一個嘅工作量，就協調班黑衣之間嘅矛盾。有老大嘅手下就係幾名打手啦，打手都係黑衣度群度係健壯嘅青年，遇到錢交唔到或者認為佢哋唔聽話，睇唔順眼就大打出手。佢哋係黑蓋裏面嘅督察，黑蓋啦吓。早入幫會嘅就老黑蓋，晏入嘅就小黑蓋。每個黑蓋都有黑土嘅額度。答唔到就捱打啦吓。每日黑蓋結束後，錢都要交俾老大。老大每隔段時間就會喺黃昏度出現，佢一出現就表示今晚要去偷竊。呢班黑蓋黑蓋嘅群落分工明確，每日瞓覺好晏，起身都好晏，經常喺午後先至出動。有啲去踩點，呢一啲都係打手嘅工作，有啲都係去黑色，呢啲係老黑蓋同埋小黑蓋做嘅嘢。打手踩好點啦，夜晚黑蓋就會出動，就好似鬼子入村咁，見乜偷乜，掃到過處，草木無存，一片白地。然後有啲人就會賣俾呢個舊貨商店，或者係夜晚路邊擺檔嘅人。今晚就快入黑嘅時候，帶你入幫嘅老大之一，人稱刀疤大佬出現啦。行啦，有嘢做。一聽到呢啲話，你就明白今晚又要去偷嘢啦。你趁住夜色嚟到一棟老舊嘅民居前，嚟到嘅路上打掃話俾知，目標係1層嘅一戶人家，長時間冇人住，從門嘅可以見到家私都係高級貨。嚟到目標門前，刀疤大佬立刻準備撬鎖，你心中着急，眼見到要俾你一班黑衣得手嘅時候，你突然見到嗰戶人家嘅窗台度有個啤酒樽。你趁唔覺意就將啤酒樽碰落，啤酒樽跌落喺地度，破碎聲響靜寂嘅夜晚度格外響亮。嗰陣時，嗰戶人家嘅傳嚟咗一個男人嘅喊聲，太陽只係被驚醒啦。刀疤大佬第一個走，你同其他人都響後面呼呼啦啦咁樣走路。係咪唔應該揀呢個啊？
但係當你係屬於好食懶飛，覺得黑兔哋賺錢快，就投機取巧行咗呢條路。你對佢哋既同情又憤恨。你識字嘅消息就傳開啦。有一日，都不大行到你面前，幫住要見你，去咗你就知。今日係6月12號，暗訪嘅第9日啦。你就得到咗進見幫會嘅機會，覺得自己已經漸漸咁逼近咗黑幫嘅核心，係丐幫。都巴大佬一路都冇同你講嘢，好似個領導咁得意咁行喺面前。你行咗幾十分鐘，行到入公園。公園下面一片樹林，地面度鋪咗一層積年落葉。你暗中疑惑，懷疑身份敗露，此處暗中有人埋伏，準備對你下毒手。都巴大佬見到周圍冇人，就搬開腳下面嘅一個蓋，嗰個井蓋，就叫你行落去啦。你見到洞裏面黑麻麻，唔知通去邊。狹窄嘅台階度塞滿苔蘚，仲未入去你就覺得有一陣直吐骨髓嘅涼氣。你長吸一口氣，將命交俾老天，咬住牙行咗落去了。都巴大佬都跟住你落嚟，響裏面冚好個蓋，井裏面黑麻麻，咩都睇唔清楚，雙手摸到嘅都係苔蘚，空氣中散發住一種發霉嘅氣味。行咗一段路，前方傳嚟光亮，繼續行到一間奇怪嘅房間，你見到幫主咯。幫主生晒啲鬍鬚同埋長髮，就好似野人一樣。聽你識字喎，做咩㗎？你答得好流利，幫主冇起疑。響我組啊，因為識字識計數，幫主俾你打理幫中嘅大小事務，主要都係財產分配啫。你要從一個最下層嘅小黑幫，唔係小黑丐，一躍成為組織裏面嘅財政部長，夜晚都可以住響幫主嘅洞裏面。同你一齊住喺洞裏面嘅，除咗幾個老大，仲有一個裸體嘅女人，佢生得幾靚㗎，但神志不清，睇嚟瘋瘋癲癲，冇離開過洞穴。日頭你係負責響公園度黑兔，你嘅一舉一動都受到監視。有一次放工之後，響公園嘅反方去走去，忽發咗一個唔認識嘅人衝你問響你去邊，對方明顯打手。時間匆匆流過，你由於工作認真，受到上下一次嘅好評。有一日，你同一個大佬出咗井，你趁機詢問。井裏面嘅生活越嚟越令到覺得窒息，好冇伴隨住你。你已經住咗3個月啦。你知道報死嘅人一定揾緊你，但佢唔知你就喺地下，喺一個城市到冇人知道嘅隱蔽角落。暗訪任務已經完成，但你冇機會離開，無論係井定喺公園裏面，身邊都有人跟住。有一日你喺公園度黑兔。